高雄寿山动物园今年10月就出现第100万名的游客。这个动物园特别准备一个旅游的大奖，就是免费来到这动物园，一年拢免费，而且还有提供往回日本的机票。平常时来到动物园，看到不少民众带囡仔来参观。就算动物园改造了后，去年底重新开放，今年游客已经来到95万人，按10月就当迎接第100万的游客。而且这位幸运的游客会当摕到一年免费耍动物园、甲日本来回机票等等的好礼。比起日本上本的这来回的机票。佮会当有一张迄个卡片，迄个卡片就是相当有意义，就是因为阮会当免费，互这个游客会当一年来拢免费。园方表示，进前动物园游客人数当年大约是60-70万人尔，今年头一摆有机会突破100万人。新园园区互游客参观会当卖交了动物。不过，伫这个户外空间，民众若是好困食点心，就看到高山仔来。这位爸爸赶紧将饮料收起来，带囡仔离开。有民众认为实在是真危险，也搁有游玩的洞穴未顺、动物大的所在卫生等等问题。就可以，如果不让他抢走，不让他抢走，抢走就算。以前我有被他抢走过东西啊。那如果来我们的同仁有看到的话，也会用这个广播器跟。现场的客人说猴子来了。小型动物区的话，虽然就食物，他们给他们吃的食物看起来是很新鲜的，可是就是居住的环境又比较小脏乱这样子。针对民众议论，动物园嘛回应，但是民众伫户外区买物件食，店家讲园区另外嘛注意附近阁有高山仔，而且嘛提醒民众，毋望游客甲高山仔会当共存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